台南跨年考检记号对2019年由民间自发性发起，当时只有祝福宫、综合宫甲集福宫3间庙宇参加。不过到第4档，已经有13间跨区跨宗教响应。面对台南4败特别时刻，市府民政局徛伫宗教优质化立场，嘛全力协助，由政府民间合作，希望用记号的考检代替炮啊声，成为台南特有的文化特色。嘛伫跨年，互民众参与，成为无同的嘉年华会。共同来敲响108响的那个钟声啦，来祈福。啊，这部分呢，欢迎市民朋友来，当讲吼，都去大家拢会当敲一个钟，那个就迎接一个幸福的一个明年，也是台南的4败。这不是一档的工课，这嘛不是放烟火的工课，哦，这是会当以后每一档，哦，拢会当举行，会当继续落去。啊，以后有可能变做台南的这个特色的跨年，迄个时阵全世界拢看会到。到记者查个为止，台南上济庙宇的中西区已经有20间答应达到预定目标，毛局长自信满满。不过，毕竟号召到400间也是有难度。对此，民间嘛打算开8外万来制作纪念钟馗等礼品，呼吁更较侪宗教团体来响应。其实嘛是敢若台南400档才有这支钟馗尔。哦，你若到后年可能401年、402年的时阵，伊就无这支钟馗的意义的存在啦。哦，所以讲呼吁嘛，邀请各国的迄个宗教团体吼，今年台南400做伙来参与这个活动。台南有众神指导签号，相信到时跨宗教、跨领域团体伫31号主持同一时间考检，用震撼加感动来为台南400记号。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。